大家好，我是七七先生。今晡日我要针对肩头同胸脯做瑜伽的运动，请大家准备一张瑜伽椅，正常的椅子就可以了，没有轮子，没有滑来滑去的，就做对咯。一个瑜伽砖跟一条长长的绳子。好，准备开始了哦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要活动我们的肩胛骨，我们的上背，要把肩膀往上、往外、前后的扩张开来。我们站起来，双手放到椅子上方，脚可以往后一点点。好，吸气的时候，我们把身体往前移，放到手掌的上方，身体的重心来到上方。吸气的时候往上拱高，让你的肩膀往左右两边分开，肩胛骨往左右两边分开，离开你的脊椎，下巴收，看你的肚子。吐气的时候，肩膀往下沉，胸口向下找椅子，屁股抬高，下巴抬起来。再次吸气，往上背推高，收下巴，重心在你的手掌上方。吐气，胸口直接往下，这一次往前钻出来的感觉，下巴抬高，翘屁股。吸气，往后拱背推高，收下巴。我们在这边停留，1、2、3、4、5。下一个吐气，重心先往前挪到两手之间，吐气，胸口向下，肩胛骨靠近彼此，粘在一起，往前钻出来，下巴往上，抬高，屁股向上，手跟腿都要伸直。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给吐气。下一个吸气，我们回到正常的平板，平平的背，在这边停留，让我们活动肩膀关节的地方就好。我们直接往下，胸下沉，好像要靠近你的手掌一样，但是手肘要保持伸直，肩胛骨收紧。吐气，直接推上来，把你的背拱高。这一次没有这么多的脊椎，只有完全的肩膀跟肩胛骨。再一次，吐气向下沉下来，肩胛骨靠近彼此，夹紧。最后一个吸气，推上来，推高，肩胛骨往左右两边分开，脖子拉长。吐气，放轻松。好，膝盖弯曲，我们站起来。接下来拿着一条瑜伽绳，我们要把绳子放在正中间的地方，对折一半。好，正中间这一个点，我们放在脖子的后侧，直接放在颈椎后方。瑜伽砖夹在脚跟的地方，让我们的大腿也是完完全全的发力。腿没有放轻松，腿要帮忙站稳哦。右脚抬高，往内转，让食指朝向12点钟的方向。左脚也抬高，往内转，朝向12点钟的方向。瑜伽绳套上来一点点，靠近脖子的地方，往后靠近你的腋下，再往后绕。两个绳子在后面交叉，打一个叉叉。左手抓右边的绳子，右手抓左边的绳子。好，往外，在肋骨的两侧，你的手掌会朝向正前方抓，手掌朝向正前方抓着绳子。吸一口气，肩膀向上向后旋，肩胛骨夹紧。吐气的时候，手掌抓稳绳子，慢慢的往下滑，滑到屁股的两边。好，这时候肚子要收回来，肩胛骨下沉，手慢慢的伸直，慢慢的吸气，
吐气。下一个吸气，手稍微往后拉一点点，手肘伸直，肩胛骨再夹，肚子再往上收，裤子的拉链拉上来的感觉，拉到肚脐，到肚脐都是紧绷的，屁股要稍微夹紧。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最后一次，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下一个吸气，我们把手放松，双手把绳子拉上来就解开了。把砖往后移，我们在这边做一个山式，两只脚脚跟分开来，脚掌一样稍微往中间收拢，脚跟往中间夹，好像我们刚刚持续夹着瑜伽砖一样。大腿绷紧，吸气，肩膀向上向后旋开，手指分开来，有力的向下伸，卷尾骨收回来，把肚子往上提高，深深的吸气。感受一下今天一刚开始的吸气，跟现在我们把胸口打开之后，吸那一口气，已经感受不同了。吐气，肚子往内收，最后一个吸气，让气完全的充满你的肺部。吐气的时候，胸口放松，肩膀放松。下一个吸气，我们来到跪姿。好，待会我们会跪在地板上比较久，所以膝盖有不舒服的阿公阿婆可以拿毛巾垫着，或者我们把瑜伽垫折起来，还有嘛做对咯。好，折起来之后，两只脚膝盖会稍微分开一点点，不会完全并在一起，会稍微分开。待会我们的手肘这个地方会放在椅子的边缘。好，第一次我们把手放上来之后，双手合掌，双手合掌。吐气的时候，屁股稍微往后，头放下来，可以轻轻的靠在椅子上方。手不可以分开哦，手要持续的放在头的两侧，把头夹起来的感觉。胸口向地板的方向，记得卷尾骨回来，让腋下朝向地板。深深的吸气，吐气。还可以的，阿公阿婆，请你把头钻下去椅子的下面，头稍微抬起来。拱背，把头钻过去椅子的下方，手一样是合并的，在这边把你的头往前方伸出去的感觉，胸口再向下沉，记得肚子要收回来哦。沉沉的吸气，手肘持续向头的方向往中间夹紧，慢慢的吐气。肩膀放轻松，让地心引力把你往下带，自然的下沉。最后一次，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回来的时候，屁股稍微往后坐一点，拱背，把你的头钻回来，双手伸直，手撑稳在椅子的边缘，把自己推起来。好。这一次我们加上瑜伽砖，让我们的手稍微撑开一点，砖会撑在掌根跟小手臂的地方，不是在这边哦，在这里撑这样子。好，两只手撑好，我们可以先往前一点点，手先放好，手不可以越来越开哦，手要夹紧，夹紧在椅子的边缘，靠着我们的瑜伽砖，膝盖再往后走。吸气，预备，吐气，屁股往后坐，可以先把头放在椅子上方，沉沉的吸气，
慢慢的吐气。还可以挑战的阿公阿婆，我们准备要把头钻下去椅子下方喽。弓背推高之后，屁股往后坐，头往下钻下去，手持续保持小手臂垂直你的椅子，吐气，胸口向下。如果觉得这个距离太窄了，膝盖还可以往后退，加深腋窝的延展。手没有往前哦，手要持续的收回来，指向天花板。最后一个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手先往前伸，之后把砖放好，头抬起来，双手撑回椅子上方，往前坐下来。我们回到金刚跪姿。双手来到膝盖、大腿上方，吸气，肩膀向上、向后旋开来。层层的吐气，肚子往外，胸口往四面八方扩张，锁骨也向两侧分开来。慢慢的吐气，肚子放松，胸口放松。最后一次，层层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坐在前后，动位哦，挨点休息一下。接下来继续练习，请大家准备一张椅子。2个瑜伽砖，1个抱枕。待会我们抱枕会坐在屁股下方，所以不能太小哦，要稍微厚一点点的。好，我们站起来，2只手臂会放在瑜伽椅上，一般的椅子就好，没有轮子的椅子就可以了。2个小手臂先放好之后，一只脚踩起来。在这个地方，脚往后退，我们要把腋下的地方打开来，稍微出力。吐气的时候往后推，让额头碰向椅子，让你的肩膀完全下沉，放轻松。如果你的腿伸不直的阿公阿婆，不用紧张，膝盖可以弯曲，头放下来就好。层层的吐气，上手臂往外转出来，慢慢的吐气。还可以的，阿公阿婆再往后退一步，层层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，让头超过你的椅子往下沉，手持续远离耳朵，大手臂往外转下来，让腋下、腋窝、肩膀关节的地方慢慢的伸展。最后一个层层的吐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膝盖弯曲，慢慢往前走，手撑在椅子上，慢慢站起来，很好哦。下一个动作，我们要把手伸直往前推，把胸口挺出去。你的手可以往外抓着椅子，会比较好施力。如果你想要挑战的人，手撑稳在椅子上也很好。好，往后踩一大步。我们的肚子待会会靠在椅子的边缘，往后踮脚，吐气的时候，手先来到肩膀跟手一直线的地方，吐气，屁股往下坠，胸口往后夹，挺出去，肚子可以慢慢的放下来，放到瑜伽椅上，视线看向正前方。屁股要稍微夹紧，肚子提上来，背持续收紧，深深的吸气，吐气，
胸口再往前送。最后一次，深深的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吸一口气，屁股往后，脚跟往下踩，脚踩下来，手推直，胸口向下沉，稍微放松一下，大手臂往外转，手臂远离耳朵，脚踩好。吐气的时候，胸口往下，头放轻松。深深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下一个吸气，我们再做一次，头抬起来，手往外抓着瑜伽的椅子的边缘。手向外抓着椅子的边缘，吸气往前，重心往前送。吐气的时候，稍微卷尾骨，往下把肚子好像要放到椅子上方，胸口挺出去，肩膀夹紧。深深的吸气，让胸口往四面八方扩张，锁骨往左右两边分开。吐气，肚子收。最后一个，深深的吸气，手肘推直，加油。慢慢给头吸，脚跟往下踩，屁股往后提高，抽得轻后哦，手掌压稳你的椅子，肩膀远离耳朵，脚跟踩好，手推直。脚后侧如果太紧伸不直的阿公阿婆，往前走一步，一样膝盖弯曲，手伸长，手肘伸直就做对咯。层层的就吸，慢慢嘅头吸。下一个吸气，头抬起来，双手叉腰，上半身抬起来，头抬轻后哦。好，待会我们把椅子放到这个地方来，屁股下面我们坐着抱枕。往下跪下来之后，你的两只脚要收进来椅脚的地方，待会你的脚会往外靠着这个椅子的边缘，屁股要扎扎实实的坐在你的抱枕上方，脚往外靠稳，所以小腿会向地板的方向用力的推下去。好，肩膀向上向后转开来，手撑在椅子的两侧，待会可以再往下拉，没有问题。我们先撑上面一点，你的脖子、后脑勺待会会靠在椅子上方。吸气，肩膀向上向后旋开。吐气的时候，请你屁股抬高，吸气卷尾骨上来，胸口往前推，头往下放。在这边停留，深深的吸气，脚持续向外送出去，小腿推稳地板，还可以的阿公阿婆，来手往下走，手慢慢的往下走，脖子放轻松，手放轻松，层层的就吸，肚子向外。慢慢嘅头吸，再一次层层的就吸，胸口持续向上推高，臀部向前送，慢慢嘅头吸，好，手往上收一点点，收回来往上抓一点点，下巴先收，屁股往后坐下来。抽得轻后哦，等一下再做一次。双手可以往下滑一点点，刚刚有挑战过的阿公阿婆，这一次手就不用抓这么高，可以直接来下面。好，双手抓好之后，这一次请你把脚背放平，变成踮脚踩稳，
脚趾点好，大脚球点好在地板上，屁股会比较高一些些，两只手一样抓在刚刚的地方，看向正前方，吸气，肩膀向上向后旋开，吸气预备，胸口提高往上提，臀部向前推出来，卷尾骨，头往后放到椅子的横杆上方，胸口提高，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加油哦！最后一个吸气，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手肘可以稍微弯曲之后收下巴，屁股往回坐到抱枕上方，手解开来，手得轻好哦。好，屁股坐在抱枕上方，直接坐下来，然后两只脚交叉就可以了。我们把椅子稍微往后挪一些些，你可以选择前后脚交叉，或是两只脚盘起来。如果脚放不下来的，准备2个瑜伽砖放在你的膝盖下方，这样子撑着你的膝盖，你的髋压力就会比较少。最后我们一个动作来做老鹰手，把我们的肩胛骨内侧拉开来。好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都是大拇指朝向上方，往上之后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交叉抱着你的肩膀，尝试往后抱到你的肩胛骨，吐气向前，把手肘往前拉出去。下一个吸气，手往上提高，两只手往对侧交叉过去，很好。肩膀放下来，还可以的，阿公阿婆，来，左手抓着右边的手掌，往上扣着，手指指向天花板。抓不到的没有关系，我们往左右两边也很好。最后一个吸气，一定要往左右两边用力的伸出去哦。慢慢给吐气。好，手解开放下来，抽得轻后换边来，左边在上，右手在下，交叉，慢慢的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。交叉抱住自己的肩膀，往后走，好像要抓到肩胛骨一样。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肩膀向前向下。下一个吸气，手往上，手一样往两边指出去。右手在后面，右手在靠近你的鼻子的地方，左手在前面，往左右两边指，肩膀放轻松。可以的，阿公阿婆，来，右手抓着你的左手的手掌，往上指向天花板。沉沉的吸气，抓不到的人往左右两边指也很好哦。肩膀放下来，慢慢的吐气。最后一次，沉沉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嘞，手平下来，做得轻哦，神风太高。